比特幣跌穿74,000蚊啊！一市場流傳一個恐怖嘅預言 ，MicroStrategy 嘅現金儲備得返唔夠6個月，意味住咧佢哋好快就要清倉拋售比特幣。咁而上個星期咧 ，MSTR 更加係做咗一個非常之奇怪嘅動作啊，當中咧係涉及13.8億嘅資金。今條片咧，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清楚，點解呢一個大家都覺得可能會引爆市場嘅催化劑咧，反而可能係成為一個潛在嘅機會。到底呢一部恐怖嘅融資機器係熊市最後一插嘅元兇，定係牛市嘅開端呢？Yo what's up，歡迎大家嚟到 Degen Talk。一拍片嘅時間咧係6月1號星期一朝頭早11點半左右，比特幣咧就喺73,400蚊位置，而以太坊啱啱跌穿咗2000蚊，成個市場嘅恐懼貪婪指數咧係27，處於恐懼區。今個星期咧其實個中段咧一度跌到去23，亦都係極度恐懼。啱啱個星期咧比特幣走勢其實就非常之簡單㗎啦，就係一路咁樣陰跌。星期一咧都仲係77,000蚊嘅，但係咧去到星期三咧就跌穿咗76,000蚊，星期四咧就跌穿咗74,000蚊，當日咧係爆咗大約9500萬美金嘅多頭倉位啊！之後咧最低係去到72,000蚊嘅水平啊，而家就上翻73,000啦。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去到藍色呢條線咧，即係講緊100天平均線咧，係相對嚟講有少少支撐嘅。咁就喺跌穿咗少少之後咧，就即刻有所回彈噶啦。咁到底點解會跌咧？上個星期咧就同大家拆解過4條嘅宏觀線啦。咁今集就唔再重複啦。第一條主線咧，大家都要記住嘅就係通脹咧係太誇張啦。美國咧第一季嘅 PCE 咧係4.5%，遠遠高過聯儲局2% 嘅目標啦。咁5月30號公布數據之後咧，市場對減息嘅預期咧再一次降溫啦。美元繼續走強，10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持續企喺4.6%。咁今日嘅主角咧就係 MicroStrategy， 我用佢嚟做切入點，帶大家去睇下究竟成個市場到底係驚緊啲乜嘢，到底又係期待緊啲乜嘢啦。前個星期咧，其實 MicroStrategy 仲係逆市咧去掃緊25,000粒比特幣，咁但係啱啱個星期咧做咗一件咧同瘋狂買幣完全相反嘅事啊，就係拎咗13.8億美金咧去回購自己嘅可轉換債券，係一粒比特幣都冇買啊！呢個代表住啲乜嘢咧？一間5年以嚟咧只係入唔出，口號咧係永不賣幣嘅公司咧，突然之間係用現金拎去還債，絕對唔係一個細動作嚟㗎，因為呢個咧係一個 narrative 開始轉向嘅第一個信號，市場開始見到嘅咧就唔係話佢賣緊幣啊，而係開始去做緊防守。當一個一直加緊槓桿嘅機器咧，突然之間開始防守咧，成個市場咧都會問一個問題啦，就係佢係咪頂唔住要拋售比特幣啦？咁要知道呢個問題答案咧，一定要了解清楚佢成個嘅資本結構啦，比大家想象中咧係複雜好多嘅。先講佢嘅資產負債表啦。喺資產嗰邊咧，佢哋有84萬粒嘅比特幣啦，平均成本係75,000蚊，總成本咧係接近640億美金。比特幣咧而家就啱跌穿咗74,000蚊，所以咧佢而家係即係輸緊錢嘅。咁但係咧我要強調啦，就係咧佢並唔係第一次跌穿成本價噶啦，過往幾年咧佢都試過好幾次，最後都捱過咗。咁所以咧跌穿成本價咧絕對唔係大家要擔心嘅位置。咁至於負債方面咧，佢主要有2個方向嘅。第一塊咧就係講緊可轉換債券，咁一個星期咧佢回購嗰部分咧就係呢一個可轉換債券啦，就由原本嘅82億變成咗67億。第二塊咧就係重點啦，就係優先股，總共咧有155億嘅美金 notional 啊。咁而呢個155億嘅優先股咧，每年派出去嘅現金股息咧，加埋咧係接近15至17億美金。咁而家咧我哋將佢成個數字咧同埋佢嘅現金擺埋就睇啦，佢嘅美金儲備即係講緊佢嘅 USD 儲備咧係得翻大概係8.7億。咁8.7億美金咧，對於接近17億嘅年度股息咧，就真係啱啱一開始講啦，仲有6個月嘅 coverage 啦。咁你先拆開佢點解要回購債券呢個問題啦。咁你可以理解咧，可轉換債券咧，佢係一個債，再加埋一個 MicroStrategy 股票嘅認購期權啦。當 MSCI 股價高嘅時候咧，市場就會覺得咧呢一批債咧遲早咧就會變成股票，所以咧佢嘅特徵咧就更加似股票。但係當比特幣大跌或者 MSCI 股價跟住跌嘅時候咧，呢一批債嘅所謂股價嘅成分咧就會跟住消失㗎啦，重新咧就變為一個純嘅債務，咁咧就會排咗喺所有優先股嘅前面。意思即係話咧，
當 MSTR 真係財政狀況頂唔住嘅時候咧，第一批要還嘅債咧就係還俾呢一啲嘅債券啦。呢一種咧突然變成債嘅效應咧，就會令到優先股嘅投資者咧係好不安啊！如果優先股咧佢哋 suppose 還債嘅一個 priority 係最高嘅，但係咧突然之間咧有一批債突然之間喺度頭頂多上嚟咧，咁所以咧 Strategy 咧用13.8億去回購呢一批債咧，表面上就好似係還債啦，實際上嘅目的咧係將優先股頭頂上呢一批嘅負債清走咗，就令到優先股即係 STRC 呢類嘅信用咧變得更加乾淨、更加穩定。即係講緊咧，其實佢哋回購債券咧唔係單單講緊為咗保守㗎，而係為咗咧令到 STRC 呢一類嘅優先股咧可以溫得更加順啊。咁第二層咧就係講成個 MSTR 最近嘅核心就係 STRC 啦。STRC 咧佢係一隻永續優先股，有個好特別嘅設計咧，就係每一股咧面值$100，每個月都會派息嘅。咁而 Strategy 咧會不停去調整股息率，令到佢個價格咧係 fix 咗喺大概$100附近啦。咁如果 STRC 跌穿$100咧，佢就會加息去吸引買家；如果升穿$100咧，就會減息啦。咁而家咧佢個年息已經去到11.5%。咁我之前咧都有集咧係專登同大家分享過成個 STRC 嘅飛輪效應，有興趣咧可以睇翻之前嗰條片。但係講一個數字你就明白 STRC 呢個機制有幾誇張噶啦。喺短短9個月咧就融資咗85億，係全美國最大可以交易嘅優先股啊！咁咧成部機器就可以咁樣去理解啦。佢哋就會發 STRC 去收錢，拎咗去買比特幣，同時間咧再去回購債券，令到 STRC 嘅信用值更加穩定，價格就可以守住$100，市場就會更加信任啦，又可以發更加多嘅 STRC，又可以買更加多嘅比特幣。呢個咧就係用比特幣做抵押嘅印鈔機啦。咁所以咧我嘅觀點係乜嘢咧？咁咧如果呢部機器要順利 run 落去咧，只有一個條件嘅啫，就係比特幣升嘅速度要快過佢嘅資金成本，意思即係話咧，佢用緊11.5% 嘅利息去融資，咁比特幣一年咧至少要升超過呢個數咧，成件事先係抵嘅。咁但係你望下而家啦，比特幣就係74,000蚊橫行。上個星期咧，佢哋喺81,000蚊買個批貨咧，已經係輸緊錢㗎啦。意思即係話咧 ，STRC 呢一個嘅 mechanism 咧係第一次出現咗資金成本咧係超過回報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市場見到呢個情況咧，絕對一定係唔開心㗎啦。所以反映嘅咧就係見到 STRC 嘅股價咧係跌穿咗100蚊。咁所以咧，真正嘅問題就係咧，佢會唔會被逼做一件佢5年以嚟都唔會做嘅事，就係賣比特幣咧？而呢件事嘅機率咧，其實最近咧係急速上升緊。講到呢度咧，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嘅分析嘅話咧，希望幫我可以撳個 like 啦，同埋喺下面撳個火，繼續支持我做同類型嘅影片。另外咧，大家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一下，到底你覺得 Michael Saylor 會唔會喺今年賣幣啦？咁啊，先講關於 MSTR 會唔會賣幣呢個問題咧，其實咧，我覺得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就係今次賣幣嘅可能性咧，其實係由 Michael Saylor 咧自己親口提高咗嘅。喺第一季嘅業績電話會上邊咧 ，Saylor 咧講咗一段好關鍵嘅説話，佢就係話咧，而家我哋嘅 MNAV 大約係1.22倍啊。如果係1.22倍以上咧，佢哋就會發行 MSTR 股票去賣比特幣，但係低過1.22倍咧，佢哋就唔會去透過賣 MSTR 去即係攞現金啦。咁所以咧，大家要聽清楚呢一句説話啦。呢個説話咧係 Michael Saylor 自己畫嘅一條線啦。1.22倍嘅 MNAV 就係佢而家成個 mechanism 嘅分水線啦。當 MNAV 跌穿1.22嘅時候咧，發 MSTR 普通股去融資嘅呢一條路咧，按住 Saylor 嘅邏輯咧，就已經係唔抵噶啦。因為咧，而家係你用緊一個低過自己資產淨值嘅價錢咧去賣自己啊，咁啊越賣就會越蝕噶啦。咁所以咧，靠賣 MSTR 拎現金呢個選項咧，基本上咧已經係即係 cancel 咗噶啦。咁佢要補翻嗰條6個月嘅現金跑道咧，就得翻2條路嘅啫。第一就係賣比特幣。第二咧就係將 STRC 嘅信用估值撐翻起身，繼續靠發行優先股去融資啊！咁而家市場上面咧，其實就普遍係壓住緊第一樣嘢嘅，即係講緊透過賣比特幣去拎現金。咁啊，證據有2個啦。第一咧就係我哋可以望到喺 Polymarket 上面咧 ，Strategy 今年會賣幣嘅呢個市場咧，喺12月31號前會賣幣嘅機率咧已經係超過90%㗎啦。咁就連咧6月30號即係下一個月咧會賣幣機率咧已經去到74%，兩個咧都係最近咧急速上升。第二個信號就係咧喺前日咧5月29號咧鏈上偵測到咧 MicroStrategy 將411粒比特幣咧傳入咗佢嘅 Coinbase Prime， 呢個咧係佢接近2年以嚟咧第一次咁樣去做嘅。咁傳入去咧當然啦唔等於係賣幣嘅，但係咧配合佢之前嘅言論咧，市場咧基本上就一面倒，認為咧佢係準備會賣比特幣啦。
咁但係要記住啊，賣比特幣咧對於 Stellar 嚟講咧，絕對唔係投降認輸啊，而係一個工具啊。因為佢自己講過一句説話，佢每買一粒比特幣咧，佢係要買翻10至20粒㗎。呢句話嘅意思係話啦，佢可能會象徵式去買一細批，將現金儲備咧補翻上去先。向市場咧證明佢有能力咧用比特幣 cover 佢嘅負債，而呢件事咧一旦做咗嘅話咧，反而會令 STRC 嘅持有者恢復信心啦，信用恢復咧，價格就可以企翻100蚊位置啦。咁當 STRC 企翻100蚊嘅位置咧，咁呢部印鈔機就可以重新啟動啦，又可以大手買翻比特幣啦。咁所以咧，大家見唔到呢個反轉啊，就係市場而家驚緊嘅賣幣咧，可能正正係重啟買幣嘅第一步啊！今日嘅利空咧，可能係下一個月最大買盤嘅信號。咁呢個咧，亦都係我點解覺得咧，同一步嘅 mechanism 咧，可以係今波下跌嘅元兇，亦都可以係下一個月最大嘅買家。咁而另外啦，其實除咗 MicroStrategy 之外咧，仲有間公司咧，都係用緊同一樣嘅嘢，就係叫 Strive。佢嘅股票代號咧就係 ASST。最近咧，佢哋都買咗 STRC 嘅優先股，足足50萬股啦。換句話講咧，呢一間嘅公司咧，都有幫手托住 STRC 嘅股價啦。咁而咧，呢間公司咧，其實 keep 住都有不斷去買比特幣嘅。而佢哋嗰個對標 STRC 嘅 product 咧，就叫做 SATA。咁佢哋咧就係13% 嘅股息率，係每一日都會派息嘅。咁而最近咧需求咧，亦都係大過6億啊。即使咧喺最近比特幣下跌期間咧，依然係保持需求。所以咧，成個 mechanism 咧依然都係 work 嘅。只不過咧，係到底市場相唔相信呢一類嘅優先股？咁所以你都講翻啦 ，MicroStrategy 咧係非常之需要咧去盡快去回復翻 STRC 嘅信心。只要 STRC 嘅信心回復咧，咁咧成個買比特幣或者融資嘅效率咧就會大大提高噶啦。最後咧用3點咧去幫大家總結一下。第一咧 ，MicroStrategy 咧唔止係一間買幣公司啊，佢係一間咧用比特幣做抵押，靠住咧不停咧去發 STRC 優先股運行嘅一個好似無牌央行咁啊。咁啊，真正嗰個信號咧，其實唔係就係講緊比特幣賺錢係輸錢啊，而係咧究竟佢嗰個現金儲備夠唔夠令到市場恢復信心。第二啦，成個禮拜嘅下跌咧，其實一部分係市場 pricing 緊 strategy 會被逼買幣，而今次咧連 Stellar 咧自己講緊個1.22 MNAV 嘅邏輯咧，都指向緊會買幣嘅。咁但係咧，大家要知道個反面咧，就係啱啱講過啦，一旦咧去補翻現金。STRC 嘅信任回復咧，成部機器咧就會回復翻變成最大嘅買家，所以咧今日嘅恐懼咧，可能係聽日咧買盤嘅來源啦。第三，要自己判斷咧呢一部機器究竟健唔健康咧。第一就係 STRC 究竟可唔可以守得住100蚊，守得住咧股市就繼續，守唔住咧就要不停咁加息，大家就要小心啦。咁而啱啱咧，其實 MicroStrategy 咧都有講過啦，就係話 STRC 個股息就會維持喺11.5%，意思即係話咧佢唔會透過加息去增加信用噶啦，咁所以咧賣幣嘅可能性就增加咗啦。而下個星期咧，我會密切關注住咧比特幣究竟7萬蚊呢個關鍵支撐咧，係咪可以守得住？鏈上信號嚟講一個非常重要嘅支撐點啦。咁我自己判斷咧就係只要7萬蚊守得住。STRC 咧唔再進一步失守咧，其實啱啱呢輪嘅下跌咧比較似一個即係痛苦，但係都相對健康嘅洗盤啦。咁係一個必經嘅壓力測試啦。咁但係咧，如果呢兩條防線咧都破晒嘅話咧，咁真係要認真看待下咧，會唔會重新去 retest 之前嗰輪嘅低點噶啦？咁啊，而家咧的確咧，我都仲係保持住一個謹慎地樂觀嘅態度啦。咁就會根據住 STRC 嘅價格同埋佢賣幣嘅實際動作啦，隨時會修正我嘅判斷嘅。之後咧都會 keep 住大家 update。咁呢條片差唔多啦，中意條片咧就幫我撳個 like啦，唔中意就幫我撳 subscribe。因為越多人 subscribe 我影片咧，我就越有動力製作更加好嘅影片俾大家。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